路加福音第1章。提亞非羅大人已經有好多人提筆寫書，講起在外頭當中所發生嘅事情。佢哋所寫嘅係就佢哋一開始就親目看到有傳過也脫離嘅人所講嘅。呢一切我對頭到尾全部詳細查過，所以我想按照順序來對你報告，目的係愛本你知你所學嘅道理係確實嘅。希律王統治猶太嘅時，有一個祭司名安多撒加利亞，係屬亞比雅祭司嘅班嘅，佢母娘安多伊麗莎白，也係祭司亞倫家族嘅後代。在上帝看來，佢兩公婆係正直嘅人，嚴格遵守主嘅一切誡命和規定。佢哋冇生人呢，因為伊麗莎白唔會講，佢兩煞也已經老了。有一日，撒加利亞當班，在上帝面前執行祭司嘅職務，照祭司嘅慣例，出稱美嘅結果，佢入去主嘅聖殿燒香。佢燒香嘅時，眾人在外背祈禱。忽然，主嘅天使企在香壇嘅右邊，對佢顯現。撒加利亞看到，嚇一下，也清楚驚，仲係嘅天使對佢講：撒加利亞，唔是驚，上帝聽到你嘅祈禱咧。你母娘伊麗莎白為你供一個來嘅，你愛將佢嘅名按到約翰，你會歡喜快樂，千多人也會為到佢嘅出世來歡喜。將來佢在主嘅面前會做偉大嘅人物，談酒老烈酒，佢隆重做唔得臉，在亞美嘅台度，佢就會本聖靈充滿。佢將來會帶領千多以色列人歸主，佢投給上帝，佢會做主嘅先鋒，堅強有大能力，像先知以利亞一樣。佢會使亞愛老子女重新復活，使叛逆嘅人回頭，行義人智慧嘅路。佢會幫助人民來迎接主。撒加利亞對天使講：我按樣辦，怎會地理係事實？我係一個老人家，我不用也按老咧。天使應講：我係企在上帝面前嘅加百列，我速派傳話本你，報你了好消息。仲係因為你唔信我所講，時機成熟嘅事會實現嘅了道話，你會變做愛。等到應許實現嘅日，你將會講話。大家見證撒加利亞唔知佢在聖殿度做乜嘅言殘暗叫，都記出來唔會留佢哋講話。佢哋爭地佢在聖殿度看到異象，佢必須畫腳對大家表示意思，一直唔會講話。在聖殿侍奉嘅日期一晚，撒加利亞就轉屋下去。過冇幾久，佢母娘伊麗莎白真見有神行，在屋度抗5個日。佢講：按叫起來，最後主還係好款待我，除得我在人面前嘅堅守。伊麗莎白懷胎6個月嘅時，上帝差天使加百列去加利利城嘅一座安多拿撒勒嘅城，傳話本一個童貞女名安多瑪利亞。呢童貞女已經留大衛家族一個名安多約瑟嘅男人聽親。天使到佢嘅面前講：願你平安，主老你同在，太太舒服本你。瑪利亞因為天使嘅話十分觸驚，反覆思想亞話係乜嘅意思。天使對佢講：瑪利亞唔是驚，
因为上帝已经赐恩典给你，你会怀胎，供一个来的，你会将佢嘅名按到耶稣，佢會生做偉大嘅人物，稱做至高上帝嘅來的。主上帝會將佢嘅祖先大衛嘅王位賜俾佢，佢會永遠做雅各嘅子孫嘅王，佢嘅王權無窮無盡。瑪利亞對天使講：我係萬家人，讓我有安樣嘅事啊！天使應講：聖靈會降在你嘅身上，至高上帝嘅權能會庇蔭你，所以對你來出世嘅兒子係聖嘅，係上帝嘅來嘅。你看，你嘅親戚以利沙伯，佢雖然安老，係人講佢唔會講咧，仲係佢哋下已經有6個月嘅神行，因為在上帝冇一件事係做唔到嘅。瑪利亞講：我係主嘅使女，按照你嘅話，成就在我嘅身上。按樣天使就離開佢。冇幾久後，瑪利亞出發，趕緊去猶太山度嘅一座山。佢入去撒加利亞嘅屋下，對伊麗莎白請安。伊麗莎白一聽到瑪利亞嘅請安，佢所懷嘅胎就緊跳。伊麗莎白本聖靈充滿，大聲喊講：你係婦人當中最有福氣嘅，你懷嘅胎也係有福氣嘅。我嘅主嘅阿妹來看我樣板看得咯，因為你請我嘅上一日我嘅耳講，我所懷嘅胎就歡喜到緊跳。你確信主對你講嘅話一定會實現，你實在有福氣啊！瑪利亞講：我嘅心尊主為大，我嘅靈因為上帝，我嘅救主來歡喜，因為佢顧念佢卑微嘅使女，從今以後，萬民會稱我係有福氣嘅，因為全能嘅上帝為我上大事，佢嘅名係神聖嘅，佢對敬畏佢嘅人顯出慈悲，直到世世代代，佢傳出太有權能嘅書，腳就心中驕傲嘅人，佢將有勢力嘅王送下寶座，高升卑微嘅人，佢所好食嘅本妒忌嘅食到飽，很富足嘅空數轉去，就佢對外頭嘅祖先所講嘅，佢幫助佢嘅僕人以色列，來紀念佢對亞伯拉罕和他子孫嘅應許，就係愛用慈悲款待佢哋，直到永遠。瑪利亞同伊麗莎白共下係差唔多3個月，然後就轉屋下去。伊麗莎白嘅神奇多，就供一個來嘅。鄰舍老親戚聽到主書本記安太嘅慈悲，就同佢共下歡喜。兒子出世滿1禮拜，佢哋出來為佢行割禮，想愛用佢爸嘅名喊佢撒加利亞，總係佢未講，做唔得，佢愛喊做約翰。親友對佢講：你嘅親戚當中無人按樣嘅名。佢哋就用書筆問佢爸，為了兒子按乜嘅名？撒加利亞就拖一堆寫詩嘅表嘅寫講，佢嘅名按到約翰，大家就真奇怪。撒加利亞念詩就會講話，佢在上讚上帝，鄰舍全部清楚講，呢消息傳遍全猶太嘅山區。聽到嘅人攏總想，呢個兒子將來會生做樣板嘅人呢？因為事實證明，有主嘅權能勞佢同在。約翰嘅阿爸撒加利亞本聖靈充滿，
就传上帝嘅话讲，爱上赞主以色列嘅上帝，因为佢看顾佢嘅子民，也救赎佢哋，佢对佢僕人大卫嘅家中，为我哋显示一个全能嘅救主。头拜，佢是通过圣贤的意念，佢爱拯救我哋脱离属体，离开一切怨恨我哋嘅人嘅权势。佢对我哋嘅祖先显出慈悲，来纪念佢神嘅契约。佢允许我哋嘅祖先亞伯拉罕發誓為拯救我哋脱離屬體，本我哋一生人在佢嘅面前用聖潔和真實來服侍佢，全無驚墨嘅。撒迦利亞有意言講：我嘅兒子啊，你為本人稱作至高上帝嘅先知，你愛做主嘅先鋒，為佢準備道路。我去到佢嘅子民講，因為佢哋嘅罪得到赦免，佢哋會得到拯救。我哋嘅上帝有慈悲到憐憫，佢愛是拯救嘅光，對高天臨到我哋，光照一切在死嘅陰陽底下嘅人，帶我哋行平安嘅路。愛참참太，身心勇健，佢係在曠野。直到佢在以色列人面前公開發通嘅事。